OK，咁多謝晒凌博士接受訪問先啦。咁咧，我哋今次呢個比賽咧都舉行咗第三屆㗎啦。咁其實一向咧都希望透過呢個問答形式去鼓勵翻啲學生去探索中國語文嘅起源啊、粵普差異啊，或者係提升翻語文能力嘅。咁凌博士今次係第一次參加啦，據我了解係。咁你覺得今屆嘅題目咧有冇啲咩特色啊？即係譬如趣味性啊，或者搜集資料嘅能力啊咁樣嗰方面。我覺得今屆比賽裏邊咁就除咗一啲好書本上面嘅知識之外呢，咁我都留意到有好多好生活化嘅題目啦，尤其是印象深刻就包括流行曲《黑玻璃》裏邊嘅歌詞啦，咁當時候全場都有相當大嘅好雀躍嘅反應，咁亦都證明咗即係今屆語文裏邊好重要一個精神就係佢唔單止係一樣書本上面嘅知識或者考試嘅科目，更加重要嘅佢係一個用喺日常生活裏邊一個真真正正嘅語文工具啦。咁所以我都好即係對於今屆比賽嘅題目都非常之欣賞，因為夠晒生活化係咪？係啊，冇錯。OK，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頭先都見到比賽好激烈啦，你自己對於參賽者個整體表現，你有咩評價呢？參賽者嘅整體表現都令我相當之刮目相看啦。咁就好多同學即係其實都可以好即時咁樣就已經知道嘅答案係乜嘢啦。甚至有時即係評判未完整讀出答案，其實佢哋都可以自己去補充翻嗰個完整嘅答案出嚟。咁都證明咗其實同學對於呢啲嘅知識運用都非常之純熟啊。咁我知道凌博士咧本身有審題啦，咁你審完題之後啦，到而家現場見到佢哋答你審過嘅問題，你覺得有冇意外驚喜咁樣啊？有啲題目其實即係 set 嘅時候，我哋都會比較擔心，其實會唔會真係有啲難度比較高啊？或者甚至我哋都驚佢唔係好清楚，其實問緊啲乜嘢。咁但係好意外咁，其實佢哋都好，反而係即係我審個題目裏面，佢都好順利咁可以答到嗰個正確嘅答案。會唔會有一啲題目可能你覺得啊，原來佢哋咁掌握得咁好㗎？邊一啲題目你覺得最具挑戰性，又或者有邊啲題目佢哋掌握得最好呢？你覺得？其實我會覺得有啲關於即係可能廣東話嘅釋義啊，或者係一啲普通話轉廣東話嗰個解釋上邊，咁其實都可能比較複雜啦。始終唔係即係一對一咁樣咁好清楚有個答案。咁但係佢哋解釋嘅時候，大致上呢，其實都能夠去準確咁樣表達到個意思嘅。咁都證明咗其實同學即係對於嗰個語文都非常之即係掌握得非常之準確嘅。你有冇覺得邊個題目你係最驚喜嘅，或者邊類題目你係最驚喜？佢哋竟然識答或者點樣？其實如同頭先所講，我最驚喜嗰條一定係黑玻璃嗰條啦。咁就一般嚟講，我都以為同學仔其實對於語文都可能淨係會比較留意書本上邊，或者都係比較覺得係考試嘅嘢。咁但係原來一講到日常生活，甚至係流行文化嘅部分呢，佢哋係馬上能夠講到嘅。甚至嗰位同學係未見唔到答案都可以完整咁樣讀出個歌詞嘅。咁都證明佢哋其實平時係有留意過我哋日常嘅語文環境嘅。咁就唔係純粹話要比賽啦，跟住就即係去讀題目啊、去藏書啊咁簡單嘅。咁呢個都好驚喜。即係佢哋已經將中文喺生活上融會貫通咗啦，係咪啊？係啊，冇錯，我都希望佢哋日後可以保持住呢種精神，咁就即係都明白到語文係日常可以用嘅嘢，咁就只要多啲留意嘅話，其實好多地方都可以去增進我哋嘅語文嘅水平嘅。咁我哋比賽舉行咗3屆啦，咁你覺得呢個比賽對於提升翻學生同埋家長嘅中國語文能力有咩好處呢？我會覺得咁就即係可能而家好多即係同學仔咁由小學一路去到中學啊、DSE 啊，都會覺得即係中文係可能係一樣好考試啊，或者係純粹係讀完咁就算，其實冇乜即係好大用途嘅，或者冇乜直接得益嘅一啲科目啦。咁但係其實即係今次嘅比賽裏邊能夠用一啲好生活化嘅題目去俾即係大家去一齊去挑戰下嘅話呢，其實都會話翻，我會覺得會話翻俾大家聽，其實只要日常生活多啲留意啲呢，其實好多地方你都會揾到一啲關於語文知識啊，或者係一啲我哋可以增進我哋修養嘅地方。咁我覺得呢點係非常重要嘅。係咯，從而去提升翻我哋整體嘅中文水平。好，咁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近年除咗粵語啦，咁其實學校都非常之重視嗰個普通話教學嘅，因為可能平衡翻華文雙語嗰個發展啦。你認為學生有咩方法，即係俾啲 tips 佢哋有咩方法去提升佢嘅中文水平呢？我會覺得其實就即係唔好淨係將語文限喺課堂裏邊咯。咁就其實除咗即係老師教嘅，
咁就或者教科書講嘅，平時温書之外，其實多啲去留意下唔同嘅，可能係甚至係日常生活嘅文化，例如即係可能係一啲廣告啊，或者電視節目啊，甚至係一啲今日互聯網上面其實都仲有好多嘅材料係會話到俾我哋聽，唔同方面嘅語文知識，亦都唔好淨係以為即係教科書上面教嘅就已經足夠啦。其實就即係我哋口講得出嚟嘅，隻手寫得出嚟嘅，任何嘅文字材料啊、語言材料呢，其實都係會涉及到成個語文知識嘅部分嘅。咁同學如果能夠開闊個眼界嘅話呢，其實應該嗰個進步空間會好大嘅。講得非常之好啊，凌博士，唔該晒你，多謝大家。謝謝。好，咁陳博士請你講下今次嘅題型啊，你見到有啲同上屆有咩分別，同埋講下個整體今日嗰個同學嘅表現係點樣？係，嗰題型嗰度頭先我已經講嘅就係話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題目咧，呢件事係好嘅，令到佢有趣味，亦都係呼應翻大會嘅主題啦。咁同埋而且佢涉獵嘅地方都非常之廣泛。你睇個內容嘅話，真係佢有講到歷史嘅起源啦，或者係典故啊，或者係有廣東話俗語、俚語一啲嘅茶餐廳文化家底係咩意思啊？咁所以其實嗰個範圍咧係廣嘅，亦都測試得到同學係咪真係全方位咁樣去了解，去透過中文去了解我哋嘅社會，了解我哋嘅世界，了解中華文化。呢一點係當然係好嘅，亦都係我自己跟咗3屆咧我自己觀察到由第一、第二、第三屆去睇，亦都係一脈相承。呢一點係要覺得值得嘉許嘅。亦都開始今年咧就翻去有啲新嘅、有啲舊嘅題目啦。第一屆因為我出題嘅，咁所以咧我就引入咗好多粵語、廣東流行歌睇下佢係咪押韻啊，佢用啲咩修辭啊，咁去吸引同學好似上一屆好似突然間冇咗呢啲題目，今屆咧出翻嚟啦，黑玻璃又出翻嚟啦，咁都見到同學都覺得，咦原來學中文或者係了解中華文化，唔一定係真係流於喺教室入邊好枯燥嘅書卷氣嘅考試嘅咁樣嘅形式亦都可以活學活用嘅譬如話你偶像嘅歌，你可以睇下佢嘅歌詞用咗啲咩嘅修辭手法咁其實令到從而令到你會更加對中華文化，更加對中國語文有興趣。咁呢個係即係希望啦即係將來可以有多一啲呢一類嘅題目即係再更加可以增加到啲趣味咁至於同學嘅表現嘅話咧，我覺得整體嚟講 OK 嘅。你見到聽說讀寫粵普普通話拼音、普通話嘅發音等等嘅都係做得唔錯嘅。但係當然頭先我都提過，同學透過比賽有個好處就係咧，佢知道自己有啲咩有餘不足之處，佢知道自己強喺邊度、弱喺邊度你可以睇翻今日嗰個回顧，大部分嘅同學通常係邊幾個位棘住呢？24節氣咁我哋同我哋以前唔同，我哋以前咧要背嘅即係你4季啱啱好就係每一季就有咁4、6、24每一個季咧就有6個節氣咁我哋背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呢一句以前我哋要背嘅，所以咧你問我霜降係幾時㗎？係邊一個屬於邊一個嘅季節啊？我哋一背就背到出嚟。但係而家似乎大部分同學都好似缺咗呢一環。咁所以咪就可以透過比賽提醒翻老師、同學咯，原來仲有咁嘅不足之處。另外就係頭先你可以睇到咧，用錦囊都可以即係管窺得到咧，同學有啲咩不足之處。你會發現到咧凡係遇到廣東話嘅俗語嘅時候咧，同學就需要用到錦囊，就識得去問下台下就要問下啲成熟啲嘅大人問下佢哋呢個係咩意思咁所以同學就可以透過呢個機會可以知道原來仲有咁多中國語文仲有咁多嘢係我需要提升嘅地方。頭先你有提到第一屆你就做出題啦，咁由最初審題到今屆現場睇到學生嗰啲即係表現，會唔會話有1、2組係特別有意外嘅驚喜啊？我覺得咧就凡係遇到書寫題嘅呢個時候，我會特別在意，因為我哋而家知道喺電子文化、電子科技盛行嘅年代，有 AI 添嘛而家咁我哋而家越嚟越點樣咧？執筆忘字。以前就係我哋咧畢咗業之後，大學畢業之後出嚟咧，就我哋自己都會執筆忘字但係咧，我係中小學讀書咧，我哋一定唔會即係冇咁嚴重咧，至少係咪？但係而家小朋友啦呢一個世代
佢哋攞字支筆去逐筆逐畫咁樣去寫一個字、認一個字呢一方面嘅技能呢，其實係有啲欠缺㗎啦。開始你見得到咁亦都有好多研究係講就話，由於電子產品啊、手機打字啊等等嘅盛行，所以導致到我哋認字、寫字、識字嘅認清個筆畫嘅能力係減弱咗嘅。呢個係不爭嘅事實，所以我亦都會特別留意同學仔喺書寫題目嗰陣時嘅表現。我已經唔係記得邊一個同學，邊啲同學，但係咧個別咧有啲同學係個筆畫好多嘅鹽個字鹽分嘅鹽字點寫啊，諸如此類。咁佢哋咁多筆畫，佢哋都可以喺咁緊張嘅氣氛之下完成寫啱個字。呢一啲地方我覺得係特別出彩嘅。咁但係亦都同時咧有好有壞啦，亦都有同學就係話遇到書寫題就即係完全係無所適從。完全係回答唔到，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透過呢個比賽，我哋學界、老師、學生，我哋所有嘅人都可以再去思考一下，係咪需要喺呢一方面加強呢？我哋話聽説讀寫啊嘛，聽説讀似乎 OK 喎，咁寫呢係咪啊？我哋始終雖然有好多科技啊，好多打字啊、語音輸入法等等嘅，但係我哋始終都唔能夠忘記點樣去攞住支筆一筆一畫咁樣去寫字，呢一個技能係唔應該失去嘅。好，咁我最後都想問啦，即係除咗粵語之外呢，咁其實呢個比賽又會借有普通話嘅部分啊，咁樣平衡翻，希望嗰個雙語發展。咁其實你會有啲咩建議俾啲學生或者家長去提升翻即係雙語即係係啦普通話同埋粵語嗰個水平咁樣呢？我覺得呢一點大會做得好好嘅，就係一直咁多屆都係有保留到呢個嘅普通話咧、廣東話嘅即係翻譯題目啦。我哋話亦都有要求學生係用廣東話或者普通話去作答啦，亦都有要求佢哋寫出普通話拼音啦。咁但係我哋要思考一個就係話，咁仲有我哋有普通話發音，亦都有普通話拼音，亦都有廣東話嘅發音。咁廣東話嘅拼音呢？其實係有嘅喎，係嘛？因為香港語言學會有粵拼㗎嘛，咁而家你喺街度見到嘅即係你好咁 NEI 5好 HOU 2呢一隻嘅拼音，因為我而家唔好熟悉小學、中學嗰個教案啦，但係我就諗話，如果都會有呢啲元素，會唔會係咪啊？即係令到同學喺即係華文雙語嘅領域嗰度可以再擴闊一啲呢？因為而家粵拼確實係越嚟越多人留意到，你見到喺街邊啲廣告啊、餐牌啊，佢哋都會寫粵拼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可以諗多啲嘅。OK，唔該晒，唔該晒。好，蕭顧問你好啊。咁首先呢個比賽其實我哋係為咗透過啲問答嘅模式啦，嚟鼓勵啲中學生啊同埋佢哋嘅家長嚟探索中國語文嘅起源啦，包括了解一啲粵譜嘅差異同埋推廣親子共讀能力同埋提升一啲語文能力嘅。咁我哋想請問嘅問題係呢，即係蘇博士依家認為呢今屆嘅題目其實有咩特別之處呢？同埋佢同上一屆其實有冇咩分別？今屆嘅題目有sorry 3、2、1，好，再嚟。今屆嘅題目咧加入咗歌詞啦。我頭先即係問歌詞問題嘅時候啦，大家都好雀躍啦。咁呢個亦都係我諗係其中一個我哋可以學習語文嘅喺日常生活裡面可以做到嘅嘢啦。咁就係即係喺粵語歌，甚或者係即係普通話歌曲裡面咧，其實好多同我哋中文學習咧係十分相關嘅。無論句子啦，或者字詞啦，甚至我哋今日揾嘢押唔押韻啦，都好容易揾得到相關重要嘅知識嘅。咁所以即係今屆又加入咗一啲歌詞啦，我覺得係十分好嘅，而同學仔呢都十分有共鳴啊。係嘅，咁其實非常之講究一個趣味性啦。咁第二個問題啦，咁呢就蕭博士現場所見啦，咁你覺得對參賽者整體嘅表現其實有點樣嘅評價呢？參賽者嘅表現咧，親子組就十分好啦。可能係親子組啦，真係嗰個準備或者嗰個準備時間係比較多啊。因為佢哋準備嘅時間咧，通常都係喺屋企啊嘛，係啦，即係屋企人同呢個小朋友咧，好長時間咧都可以一齊溝通、訓練同埋交流啊。咁所以我諗係喺日常生活當中咧，潛移默化地咧，互相家長同埋小朋友咧都互相影響。咁所以咧，今日個表現咧，大家都好標青。咁如果係講翻呢個小學同埋中學組啦，其中一個部分呢，可能都要稍為加強啊，就係呢一個
個快問快答嗰度啦。因為有啲同學仔呢，真係哇，突然間可能一緊張啦，又或者面對好多觀眾朋友啦，係冇辦法好完整地或者好快速地呢，將佢想講嘅嘢呢，佢哋表達開嚟啊。咁我諗呢個折射咗幾樣嘢嘅。一樣嘢呢，就係我哋對嗰個中文知識有幾深入呢？係啦。咁可能同學仔呢，自己係溫書或者學習呢學得好好嘅，咁但係我哋要再進一步將佢去到表達俾其他人聽嘅時候呢，就係用另一個技能啦，就係溝通嘅技能。咁所以同背誦答問題，另外溝通嘅技能呢，就完全係兩回事啦。咁所以今日我哋見到呢，普遍同學仔答問題，完全冇問題嘅。咁當然多多少少錯同啱呢會有差異啦。咁但係喺快問快答嗰度呢，嗰個差異性啊係即係闊好多啊！因為有啲朋友真係急才好啲啦，又或者係口語表達中文嘅能力係強好多，咁所以呢，佢喺快問快答嗰度攞分呢，就攞分攞得多啲啦。咁再請教下啦，咁教授呢，從最初嘅審題啦，到依家現場觀看啲學生回答一啲問題嘅表現呢，其實你有冇感覺有邊一啲可能有啲意外嘅驚喜呢？有邊啲有意外嘅驚喜？一啲古文嘅題目，今年呢，同學仔都準備得幾唔錯啊！因為我哋喺比賽過程當中因為實在太過激烈啦，咁所以問答 A、B、C 都未講完呢，佢哋自己都能夠講出一個好準確、好啱嘅答案。呢個都係喜出望外嘅，證明咗同學仔呢，除咗係溫書之外呢，真係理解究竟嗰個課文或者係句子嗰個特色係喺邊度，所以呢，先至可以咁快地搶答到一個啱嘅答案。好嘅，咁嚟到第三個問題啦。咁你認為咧呢個比賽其實對於提升啲學生同埋家長嘅中國語文能力，其實有啲咩好處呢？呢個比賽嚟到第三屆啦，我諗從第一屆去到今天嘅第三屆啦，我哋見到參與嘅隊伍，無論係學校啦，或者係親子組啦，佢哋嘅水平或者表現呢都好咗好多好多。咁呢個亦都係側面反映究竟佢哋喺學校或者我哋啱啱講到嘅親子組喺屋企究竟如何運用日常嘅時間、生活嘅時間又好，或者學習嘅時間又好，去到了解更加多我哋雙語嘅一啲語文發音又或者係歇後語等等等等。咁所以呢個比賽係十分有意義嘅，因為佢分咗唔同嘅部分啦，同時間亦都能夠建立一個目標，等唔同嘅學校啦、師生啦，甚至係親子方面都係循住呢個目標去到有系統同埋有途徑地學習。當然最後係有獎品豐富，呢個更加係需要嘅。好嘅，唔該。咁第四個問題啦。咁近年來呢，其實呢，除咗粵語之外呢，咁其實學校都非常之重視普通話嘅教學嘅，咁用嚟平衡華文同埋雙語嘅發展嘅。咁其實你認為呢，對於學生嚟講，有啲咩方法可以幫佢哋提升啲中文嘅水平呢？提升中文水平，頭先其實啱啱都講咗㗎啦，聽下歌咯，係啦，即係無論係即係現代嘅歌啦，粵語或者普通話啦，甚或者係即係蕭博士年代嘅歌咯，係啦，即係聽翻啲舊歌啦，叫做上幾十年嘅我哋年輕時候嘅歌啦，其實裏邊都會有啲可能年代唔同，用字唔同啦，咁旋律當然亦都唔同啦。咁聽咗之後，可能當中都會有啲你係中意嘅。咁聽多啲自然就可以係輕鬆享受娛樂之餘又可以學到中文同埋普通話。好嘅，唔該，蕭博士。好，拜拜。